交通气象局有一个技校接到119的通报，参同事去到民众厝内面慢旁收。虽然有穿装备，不过也是和这虎头蜂顶甲规下，送病院急救犹原是过往。因为这掠蜂掠做的工课加重消防人员的勤务负担，而且风险阁真悬。部分县市呢已经把这工课交予农业单位来处理，但是也是有一部分的县市呢委托消防单位来做。民间团体就批评讲，这把地方的农业单位无负责任，无愿意变医生来负责家己的工课。伫咧路边的技校向救护车一手，因为伊甲另外一个技校到民众主体班旁收，同时说好虎头蜂顶。他就叫那个消防队的派那个义消来，就在拆那个被他叮到，然后就口吐白沫。这是发生伫拜三早起的代志。桃园市消防局第4大队利用潭技校分队13早时接到119通报，去平镇的民众徛街板旁收。虽然有穿防护装备，不过一个36岁姓范的队员，要是互蜂顶着双手的手骨，送病院急救，也是不幸过往。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难过。我们会尽量的争取，就是保险上的理赔及争取抚恤。2020年，桃园北竹也有技校掠蜂phòng頂，暫時無喘氣甲心跳，加在急救有救轉來。掠蜂掠抓工課加重消防人員負擔。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協會捌呼籲這款工課毋是消防人員的專業，應該交予農業單位來負責。但是，親像這兩擺發生意外的桃園市，雖然2015年甲掠蜂掠抓的工課交予農業局，但是農業局也是甲業務委託予技校來處理。最後也是消防單位負責掠蜂掠抓。最根本性的原因應該是農業單位他不願意去正視說他自己的人力不足，還有就是裝備的預算等等的問題。農業的主管機關就是地方的農業局，他其實應該要正視這個勤務，它就是他的責任。那所以他應該要來補足捕蜂捉蛇勤務所需要的人力跟裝備。2017年的時，中央有設定農委會的計劃，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掠蜂掠抓的工課。不過落尾2020年底停止補助，全部由地方政府負責。部分縣市自安尼繼續交予消防單位來做。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批評，過去攏是消防人員掠蜂掠抓，一寡地方農業單位就省事，無願意補充預算甲人力。因呼籲地方政府重視這個問題，也建議中央閣再考慮補助地方執行這個勤務。記者林玉凱台北報道。